咱台湾今年拢无做防台，无防台就欠雨水，全台湾的水库有紧报。早起，桃园市长郑文灿陪同经济部长王美花到石门水库来视察。部长指示，要先确保民生甲工业的用水无欠缺。冲锋风台无来，虽然真好运，但是也是使人烦恼。未来规划，但是可行性规划还没有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来到石门水库听水情的报告，桃园市长郑文灿嘛陪同。因为今年是台湾这56冬来头一届伫咧洪水期无风台来，所以有可能会欠水。第一次没有台风，经济部会跟各部会，还有北区的话，我们会跟桃园市政府这边呢，就整个水的调度，还有现在趁水比较少，我们也会加速来清淤哈。三大水库拢用要无水，北部上大翡翠水库只存48.5%，石门水库44.6%。南部的闸门水库只存34.8%，未来若是一直唔落雨，是要安怎？桃园也有一些这个备用的这个抽水井，还有逼塘等等哈。我们希望在今年这个民生跟工业用水呢都要确保无虞。那至于这个后续的这个2期的灌溉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在礼拜3哈会跟农委会等等来讨论。也不是只有桃园缺水。事实上，新竹也会缺水，所以这次应该是一个北台湾共同面对的困难。今年雨有落较少，所以大家用水一定爱较欠的，因为这水每一滴拢真宝贵。